大家好，歡迎來到初心客家。呢個節目當日都係同你共下分享客家嘅大小事。我係呢個主持人阿年妹。今半日，我都愛來做律師，春秋客家新聞主播。呢禮拜我都幫我講並到台灣以外，去看加拿大、美國、澳洲、新加坡、馬來西亞、泰國等地所在，有乜嘅同客家有關嘅消息，先讓大家說明。呢禮拜公開考察嘅項目客家新聞冇算多，特別係台語、馬來語、印尼語、日語、韓語方言，我都有查。唔過當初資料有限，所以根本呢個主播，我都會容易檢查全個資料來講，唔會回到超市裏邊故事。第一條消息，來自加拿大溫哥華，5月23日，溫哥華有一場紀錄片，副題目是佛朗通土壤草湯，呢部片有主土壤烹飪，透過自家族記憶，帶出客家人的沿途。我咪個茉莉口事，加拿大都有提供嘅前世故事，新聞介紹廣多。呢部片討論客家人、客家語言老客家文化、民族協同化、家庭秘密、文化傳承嘅困難。呢條消息本來都看到，海外客家本地會館地培訓菜，賣地天然紀錄片，讓上市是多本事嘅看見。第二條消息，來自新加坡人文媒體，5月23日，開業時報看出新書，吃苦。該書片作者有客家血緣，處理入是文老家族故事，專門移民記憶，從上到新婚姻通。書片特別提到，作者雖然唔會講客家話，不過透過有理通家族嘅事，只能理解客家祖先嘅文史到前世今生。那條消息當有意思，因為佢講出海外客家後台常見嘅處境，血脈漢菜。現實漢菜，食物記憶漢菜，唔講語言可能已經認得，兩係單於家庭嘅問題，係全球客家統統面對嘅語言傳承問題。第三條消息，來自美國洛杉磯，5月24日，南加州台灣客家會地洛杉磯華僑文教中心舉辦，分享講客家文化，法通自行用翻譯到英語介紹。要將大家同下感受客家文化，傳統節慶老社團定性，當5節地海望社團來講，唔單係種概念嘅，咪係一次把客家美食、花圃、香包、家庭記憶帶到公眾參拜嘅機會。地處地美國嘅客家鄉親來講，有種法通用下一台地，客家唔係南方嘅名詞，而係做得清楚聽樣。做得同下參加嘅身份文化。第四條消息，來自澳洲悉尼，澳洲悉尼客家聯誼會第5年母親節期間，參與母親節方案基金會慈善獻祭活動。報道提到，會從大量非認同家庭體試圖參與，現場有家長帶領成員同行，未有來自悉尼市被提起嘅家庭體做起來支持。那條消息看起來唔係純文化表演。唔過，正係海外客家社團嘅另一種力量。客家社團參與當地公益，將業主流沙扶危，透過健康、慈善、家庭活動，展現團結老關係。海外客家拿起第七家天然文化通，讓用有限，也能參與公眾事務。客家自然新潮做嘅本港當然看到。第五條消息。來自加拿大安大略促進會，喺榮陽參加禮拜公告5月22日有見證物資書記活動，就是藝術義務，冇見老衝間，呢種消息冇太標題。唔過地海外客家會館來講，正係以商界社團會議，會館唔單辦大節強，未做公益，連結會間，照顧地方需要，客家社團拿來衝橋。佢嘅唔係連年要擺開發通天天，還有兩種細細嘅日常服務，生活見證，
互相聯絡，志工合作，全部都係社團生命嘅一部分。第六條消息係4號客家會界離鄉文化活動，4號客家會兩參加出每處文化舞蹈、太極班、歌唱班，你可能活動，兩係圖博新聞。唔過係禮拜日地區世界社團生活，對海外客家來講，古典活動比一次性活動更加重要，因為語言有文化傳承，課界係見面、練習、聊天、唱歌、跳下實盤，那會讓到禮拜有所參與，裝備跳入盤，後上演出做的集團文化，新意美美有一隻社團做的依靠。最後，我都看泰國客家總會兩參傾起引人立出亞洲商業學人春這建築，控制線上節目，台灣明亞客家公會心中演等同台。禮禮拜冇查到台語冇提嘅新客家新聞，唔過泰國客家社團本身嘅兩參，本我都看到泰國客家組織引人透過教育、文化、啟發氛圍，為區附近嘅同老傳統連結。泰國客家歷史場組織文，未來哪有更多台語報道，會係我都觀察海外客家嘅重要衝口。前禮拜嘅海外客家消息，我都會發現一條線，客家的海外5月田用同一種方式出現。第加拿大，客家透過紀錄片講加速記憶；第新加坡，客家透過書散老師會談傳譯老簽經；第美國，客家透過端午文化活動為社團送詞；第澳洲，客家透過慈善獻造造業共同生活；第加拿大安大陸，客家透過見政府無類之社團成員；第4個，客家透過每週活動為區身體老上應該連結，也都有加起來，就係全球客家嘅現在時，那是主播媒體上來的，當然就是當重要。那想看翻譯新聞，為了睇英文世界嘅客家書片，天然風箏、社區活動，那唔看馬來語、印尼語、泰語，未可能了解東南亞菜其實會的客家嘅理解。唔過當然消息咪愛成語，因為客家有時為之食物，有時係地名，有時係間咩貨幣名稱，唔一定係客家文化。故所做全球客家新聞，唔但愛收簽，很愛判斷。兩條消息都帶通客家語、客家語言、客家文化有冇緊密關係。節目最後，我想老大家講，全球客家新聞主播嘅價值，唔係每禮拜都有當天通知嘅客新聞，真正重要嘅係本我都看見世界各地嘅客家人很在活動。很在講故事，很在服務社團，很在親近客家嘅未來。唔單喺台灣，未喺溫哥華嘅天然蘭、洛杉磯嘅文化中心、悉尼嘅建造路線、安大略嘅佛光門口、4號嘅歌唱班、近青藝術堂、初心客家。人愛到當禮拜都強下看見客家第世界各地，很憂傷。很久年，很久路。